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今仔日发文公开到4个男性的个人资料，包括因的姓名、相片、生日、甲身份证等等，讲因是台湾资通电军现役的人员，指控因是台独的网军。问题是国防部的资通电军为成立以来，成员的资讯拢是真秘密的，哪会去互阿强摕去呢？国防部来回讲，遐公布的资料，拢是阿强为网络顶的图片掠落来，德哥斗菜刀乌白豆的，讲国防部的资料并无泄露。男名相片直接抛上网络，中国国安部一个手公开4个咱国资通电军人员的资讯，但是注意的是，这甲英国无同，除了相片甲军长的级职以外，连伫台湾的身份证的字号、生日拢被公布。除了以台独网工分子来形容嘛，讲到以匿名者律师的名称，透过编辑等网络攻击等等的事件。比较特别的是，相关人等的照片都经过变造处理，所以它是否就是中共方面经由捏造的部分，企图就是展现他们的网络反制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查证。这摆对方毋若公开个人资料，包括作业方式拢公布甲真清楚，互人烦恼讲军方的治安敢是出问题啊？公布讲无这个代志，这是中国用网络公开的图来乌白豆，无想你讲资料有漏泄出去。这的确是一个认知作战，他就是要意图展现他的这个能力，让我国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这是他要塑造的一个氛围。中国心理战甲宣传电相关之下，这显示两方对了实际军事行动，所谓世界精神嘛真紧张。颠覆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些有军方中国解放军背景的这些人士，他们也都会把这些人的这些头像来去公布。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做法，中共的做法应该是在做反制。我们可以预计这个公布这个4位我们资通电军的这个名单应该还只是第一步这的确是非常的不希望两岸走到这个地步毕竟这个代志关系到国家安全，立委嘛重点的关心，国防部马上澄清，要阻止统战的消息继续扩散。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